你錯先至啱，你認錯咗波力辛尼斯做李昂提斯啦，將呢個女人收監，噓聲將我推落墳墓。嘲諷同埋譏笑係我嘅喪鐘。我請求得到公正嘅審判。佢自己突然癲狂，硬要強迫手下跟住做癲狂嘅事，我必須忍耐直至雨過天晴，忠義兩難。唯願吉星保佑，受盡風吹雨打嘅煎熬，都唔能夠感動上天嘅神明將你寬恕。走我！開！今日梗嘅阿仔，你一定早就知道你同緊一個皇室傻瓜交往緊啦！我幫你哋離婚就真啦！嘅女，想知其命運，時間自然揭底話。呢個人家已經變成一個荒謬嘅星座，惡魔可以呢場疾動係因為一位絕世佳人起，而你嘅主使又係同我關係最深嘅，佢哋搞事係咁都唔知。